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雅各书第4章第9节，第5章的第1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33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或旧。过去常常听人说婚姻的7年之痒，好像婚姻在第7年一定要出问题一样。其实这是以一个统计的平均数字，或是说根据婚姻不幸福的家庭所统计出来的。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，然而这个被错误引用的一句话，甚至广泛成为了一般人解释婚姻不美满的一个缘由。但基本上随意的引用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，因为完全没有考虑了7年之痒这句话的背后因素。这原来是从一出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《The 7 Years Itch》这个当中所描绘一对夫妻，他们在结婚7年之后，先生呢趁着太太妻子外出的时候另结新欢。7年，那是因为在婚后也因为这个恩爱而生养众多，然后呢太太后来就偏重于生产照顾儿女，以家庭为重心，渐渐呢生活就变成规律而平庸。先生则每天都在外面工作，久而久之，结婚时的美娇娘就渐渐的成为黄脸婆，夫妻亲密的时间也都被孩子们剥夺，或是被工作的压力给压垮。但是呢，时空变迁了，家庭的结构也在改变当中，并不见得家家都有孩子，或是像以前一样要生养众多。无论如何，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心态来面对上帝，我们夫妻无论结婚多久，应该都要维持一个起初的爱心。基督徒应当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上帝，与上帝维持极为亲密的关系。雅各书第4章第9节到第5章第1节，继续的以男女之间的爱情来形容。经文说到：我的爱人啊，我的新娘，你眼睛的顾盼，你项链的摇动，把我的神魂夺去了。我的爱人啊，我的新娘，你爱情多么甜蜜，你的爱情比美酒香甜，你散发出香气胜过任何的香料。我的新娘，你的嘴唇甘甜如蜜，你的舌头有蜜有奶，你的衣裳芬芳正像黎巴嫩的香气。我的爱人，我的新娘，你是一座关闭的花园，墙垣围着，全园封锁着，园中果木繁盛，有石榴的果园，有佳美的果实，有凤仙花和纳大树，有番红花、菖蒲、肉桂，有各种乳木、香木、没药、沉香和一切高贵的香料。你是园中的水源，是滔滔不绝的流水，从黎巴嫩山涌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，醒来吧；南风啊，吹向我的花园，使空气洋溢着芬芳。愿我的爱人进入他的园中，吃园里最好的果子。我亲爱的，我的新娘啊，进入我的园中，摘取没药和香料，吃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我的酒和奶。圣歌也有歌词写说：是旧，却永远是新的。我们的生命必须经常要更新，我们的感情也需要经常有新的体验，保持永恒的爱，如同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样。
有人与耶稣基督谈论禁食祷告，他们褒扬法利赛派的人经常禁食祷告，因此他们批判耶稣基督的学生都在吃喝。耶稣以婚宴当中的新郎作为比喻，他来谈到与上帝之间的恩典，以及人如何以欢庆的生命来领受耶稣基督，并且用以这个旧的皮囊以及新酒来作为比喻，劝勉人要有新的生命、新的观点、新的领受，免得呢在旧的传统当中呢失去了生命。路加福音第5章33节到39节经文这样说道：有人对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祷告，法利赛派的人门徒们也是一样，只有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说，新郎还在婚宴的时候，你怎能叫贺喜的客人禁食吗？当然不能，可是日子将到，新郎就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，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，没有人撕破新的衣服，把撕下来的布块补在旧衣上面，这样做的话，新的衣服破了，撕下来的那块新布又不能跟旧的相称，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这样做的话，新酒会胀破旧的皮带，酒漏掉，皮带也损坏了。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，没有人在喝过陈酒以后还要想喝新酒，他总是说陈酒好。旧的生命要有新的思维，领受圣灵就有新的生命。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千万不要被旧的传统所束缚，旧的思维所影响，应当要活出新而有活力的生命。与上帝的关系要日日更新，如同新婚一样，有新鲜感，有恩爱，有激情，有活力，能够永恒。诗篇145篇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，我要天天感谢你，你要世世代代颂赞你，我要是颂赞你。上主之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的伟大无法测量，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传播你大能的事迹，他们要述说你的荣耀和尊严。我要传播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讲论你可畏的大能。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他们要述说你的良善，歌颂你的公义。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满有不变的爱。他恩待众生，他的慈爱给予一切被造物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要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。他们要宣讲你主权的荣耀，要述说你的大能。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你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做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美善。他扶助在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。一切的生物都仰望你，你按时把食物供给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的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，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
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他要消灭邪恶的人。我要颂赞上主，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名。上帝的爱真是奇妙，长阔高深不能测度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常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时刻的来领受上帝新的赐福，与主建立亲密而甘甜的关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